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沉沒成本唔參與重大決定。我係袁言。我係吳欣如。首先，咩係沉沒成本？沉沒成本係已經俾咗出去嘅嘢，好似錢、時間、精力同感情。最緊要嗰幾點，首先係攞唔返。今日做咩都揾唔返，仲有同之後冇關係。你之後點做唔應該被佢影響到。跟住點解會犯錯？首先，大家覺得要用更多錢，燒錢慘過贏錢。跟住係唔承認自己之前揀錯咗。最後，因為唔捨得使咗嘅錢或者時間，呢啲係一啲常見嘅錯。想用之後嘅錢去揾返之前燒咗嗰啲，咁樣反而講唔抵。仲有，因為已經俾咗咁多，所以一路把錢入去。仲有攞燒咗嘅錢去換燒多啲錢，好似買咗啲難食嘅嘢，都要食埋佢。最後係當嘥咗嘅時間係有用嘅嘢。我都想同大家講下點樣先算係理性決策。其實好多人做決定嘅陣都會犯一個好常見嘅錯誤，就係為諗我已經用咗咁多時間、咁多錢，點可以就咁放棄？真正理性嘅做法應該係問自己一句：如果我繼續落去，仲值唔值得？即係話我哋要睇嘅唔係過去，而係未來。我講幾個生活中好常見嘅例子，大家應該都會有共鳴。第一個，好似你主修一科，但係你發現完全唔適合自己。如果你諗我已經讀咗幾個月啦，唔想放棄，最後考試又唔好，人又辛苦。如果繼續讀落去對未來冇幫助，其實轉科反而係一個更理性嘅選擇。第二個，好似一段關係，如果已經唔開心，但因為之前投入咗好多時間感情，就會覺得好難分手。但我哋唔好再諗之前付出咗幾多，而係問自己繼續落去，我會唔會咁開心？如果答案係唔會，其實分手未必係壞事。第三個，好似買咗件衫，但返到屋企發現唔啱自己，但因為已經俾咗錢，就逼自己繼續做。其實可以簡單啲，唔啱就唔好再用。下次買之前多想啲時間，好過而家硬撐。其實呢啲例子都係因為我哋被沉沒成本影響咗，已經付出嘅時間、金錢或者精力，其實都唔應該影響我哋之後嘅決定。所以最重要都係一句，唔好成日睇住以前，諗下之後先決定。我哋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：第一，沉沒成本係無法收回嘅；第二，放棄一件事其實同失敗係唔同嘅；第三，最重要係理性決策，應該睇未來，而唔係睇過去。所以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由頭開始，你仲會唔會做同一個選擇？如果答案係唔會，咁你已經知道下一步應該點做。希望大家以後做決定嘅時候都可以少啲被過去影響，多啲為以後負責。多謝大家。